我跟雪姬一样是你的女儿，难道我就什么都不配得到吗？你喜欢的东西，我还是会一件一件回给你看的，像1000年前一样，雪姬姐姐。哼。雪姬，这就是你玉涵妹妹。玉涵妹妹是吧？这么远过来舟车劳顿的，应该挺辛苦了吧？许妈，你去煮碗汤给玉涵妹妹暖暖身子。好嘞，大小姐。玉涵妹妹，你真漂亮。玉涵妹妹，你不用怕，来到这儿以后呀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我叫刘雪姬，以后呢，你可以叫我雪姬姐姐。前面这小妞挺漂亮的呀，哎，以前怎么没见过呀？你不知道她吗？她就是柳员外从那个青楼赎出来的养女。以前她娘可是著名的青楼女子啊，现在这是跟柳员外的私生女啊。哎，可惜了。哎，要不我还可以去青楼光顾一下呢。她娘以前可是有名的头牌，哎，后来相思成疾病死了。你要是想照顾，现在来得及呀！只要有钱，马上就能摆平。哎，陪爷玩玩多少钱呀？不管，你就陪爷乐乐吧。你们也有的是钱。是啊。你敢伤我，你就是犯法。强抢民女，不算犯法吗？看来来头不小，咱们还是走吧。走。下次不要走这儿了。想什么呢？哦，是不是又在想你那个英雄救美的情郎呀？没有，就见过那一次，也不知道叫什么，哪儿想了？好啦，哎，听爹说今天下午有重要的客人要来，你快去收拾收拾，我们去瞅一眼。嗯。许妈，客人是来干什么的呀？是来向雪姬小姐提亲的，县令的儿子，那长得可真是仪表堂堂啊！啊，爹，我想嫁给来安山，可以吗？约翰呐，不是爹不答应你，你的身份确实不合适。爹，难道我不是你的女儿吗？虽然不是一个娘生，可我也是你的女儿啊。雪姬要的我从来都不争，从小到大受人鄙视，我也不愿。可是爹，我跟雪姬一样是你的女儿。难道我就什么都不配得到吗？为什么要生我？你既然什么都不给我，为什么还要生我？爹再给你找一户好人家，县令的儿子，你的身份
真的不合适。雨涵，雨涵，雨涵。既然不能好好活，那就一起死吧。救我！雨涵，醒醒！你别管我，雨涵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现在外面还有追兵，再忍一下。你饿了吗？雨涵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现在就剩咱俩了，你一定要活下去啊！你在这里靠一会儿，我去给你找水喝。雨涵，你没事了？哎，你脸上的伤怎么也不见了？为什么要救我？雪姬，雪姬，恩山好像找到我们了，我去看一下啊。再这样下去，人都要死光了。这个兵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？你们听说了吗？刘雪姬原来是个员外的女儿，后面她爹被陷害，一家人被追杀，才落难到咱们村来的。饭都吃不饱了，村子里的人都成那样了，你还关心他是哪家人？就是，你们没听说吗？书上都这样讲了，评书也这样说。说刘雪姬是个死而复生之人，她的血能包治百病，何来能长生不老呢？怎么可能？哪个大活人的血能治百病？说的可玄乎了。真的假的？可是，一开始我也不信呢，是她妹妹自己跟我说的，说她生病快死了，喝了她姐姐的血，复生了。你们想想，柳家惨案，血光之灾，她能躲得过？你的意思是，只要有刘雪姬的血，我们就能得救了？莱恩山不过是一介书生，他能抵挡住几个人呢？与其大伙坐在这边等死，不如就将刘雪姬的血来给大家试试。要不杀了那个刘雪姬，回头没准上京还能领赏呢。像刘雪姬这样的怪物，谁遇到了不闹心呢？